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年第9号的风台卢比早起的8点形成了，气象局嘛已经来发布到海上的警报。目前伊的位置是伫中国广东的外海，沿着福建的沿海向台湾海峡的挖近。气象局的预估，未来可能会伫广东或者是福建来登陆。啊，这个拜四风台会慢慢啊挖近台湾，拜5、拜6影响台湾上大。台湖、金门、马祖的风影会愈来愈强，西半部拜4到拜6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会来落大雨。到礼拜日、8、8节，天气就会较稳定。全台湾的雨势啊无用试试，因为低压的环境加上西南风影响，全台有局部强阵雨。气象局针对台南、高雄、屏东发布大雨特报，因为阁有风台。今年第9号风台路票透早8点生成，伫台湾西南西500多公里的海面上，以每点钟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刷震动，继续对中国福建沿海往台湾海峡，可能会伫中国广东或者是福建登陆，拜四就会开始感受到伊的威力。路径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对于澎湖、金门、马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。我们也可能会在明天下午有机会在下半天的时候发布陆上台风警报，大概在礼拜4逐渐接近我们，礼拜5、礼拜6影响最大，礼拜天台风逐渐远离的状况。气象局讲，要知影路票风台敢会增强，要看伊是对倒边行，也是对正边行。目前的预报上，它会经过华南的陆地。那现在看起来，依照这样子的路径的话，它可能会维持一个轻度台风的强度。但是我们也不排除这个路径稍微西偏一点，它在华南的陆地上待的时间比较长，有可能也会减弱成一个热带性低气压。虽然路票风台目前的路线要登陆台湾的机会无大，风台范围嘛无大，上我近台湾的时，阁有一个台湾海峡，不过要是有西南风，中南部要是会落大雨，要特别注意。原本伫琉球南方海面的低气压，今日透早2点增强做热带性的低气压，离台北东南东方有410公里，未来有可能增强做轻度风台，不过会向日本的方向刷震动，影响台湾的机会增加。伊和路票风台敢会互相牵引来影响？气象局讲无明显，不过嘛有可能互路线出现变数，要继续基地早雨线来注意天气的变化。